琴日就喺立法會裏邊都有人解話、有人質詢啦。咁啊，某議員就話：喂，以前都試過㗎啦，點解呢趟會全部停晒落嚟啊？點解唔可以用人手啊？你個信號唔掂嘅話，點解唔上手？你覺得呢個係唔係一個應該要追究？港鐵佢哋個運作係咪唔應該咁做咧？嗱，當然咧，琴日聽翻嚟咧就係話，今次個事故原因咧，其實係可以咧係唔需要停晒成條將軍澳線嘅，只不過咧就係佢選唔選擇用一個月台嚟上車落車，即係兩邊咁樣。因為你琴日咧係呢咪事故係影響唔到調景嶺到康城或者調景嶺到寶林，某段係唔影響㗎嘛，係唔影響嘅。係啦，咁但係佢話安全原因啦，就最後都係選擇咗成條線都要停。其實如果即係以港鐵，當然我都唔想咁講，但係佢好似經常發生事故意外咧，仲可唔可以好似特首咁樣講話，佢哋處理突發事件嘅經驗不足咧？照計呢啲好多某啲站故障，佢要用接駁巴士安排職員疏導人流呢啲，其實經驗都唔可以話係不足啊。但係我哋喺今次將軍澳成條線嘅嗰個成個站嘅安排上面咧，有啲人又會話：點解我去到嗰度落咗閘嘅，好似入唔到去嘅？呢啲好似以往即係唔會咁樣發生嘅喎。佢哋同前線啊人員安排嘅經驗，好似點解都仲係經驗不足嘅咧？嗱，其實事故嘅經驗咧，港鐵係有嘅。尋日上會都講緊係今年2月份、4月份同埋啱啱5月22號嘅事故。咁所以你話事故經驗咧，港鐵係有，但係每一次事故發生咗之後，嗰個應急嘅處理，佢哋有冇做一個檢討？如果你每次冇做檢討，或者你檢討完之後，將大家提嗰啲嘅可以改進嘅建議，你純粹擺埋一邊，你冇攞出嚟睇嘅時候，冇跟進嘅話，到你再有任何事故嘅時候，你都可能係翻基本步做得比較差。而今次將軍澳線全線停嘅時候呢，我哋同團隊咧都喺現場，係確實睇到咧係好差嘅。我琴日喺會度都直接咁樣去批評佢哋，即係話連啲工作人員咧最基本一啲配備都冇嘅。現場咧差唔多有接近1萬人嘅呢個高峰放工時間，但係咧佢哋嗰130嘅工作人員咧都冇配備一啲對講機，同埋冇一啲大型嘅指示牌。咁即係難聽啲，嗰日放工咧有少少走爛咁樣嘅。但係你冇一啲好清晰嘅字眼啊，或者指引嘅話咧，其實會造成咧市民更多嘅不便。本身已經冇條鐵路㗎啦，仲要產生其他嘅不便咧。我琴日都係責成咧，港鐵一定要檢討。都問下李世榮，就係即係今次尋日喺立法會嗰度，政府有講話，我哋已經罰多去20% 㗎啦，1900萬，足夠加埋之前嗰啲，足夠提供1日嘅半價優惠咁樣。其實足唔足以可以令到港鐵認真看待呢啲問題？唔係淨係話俾半價嘅優惠咁就足以去令到佢日後冇故障㗎？點樣可以令到佢更加正視到呢個問題啊？嗱，而家好明顯個懲罰機制咧係欠缺一個阻嚇性，唔能夠咧令到刺激到港鐵上下一齊好認真同埋嚴肅去面對呢啲事情。因為罰嘅錢都唔係佢嘅錢嚟㗎嘛。係啦，咁同埋咧，如果佢哋真係覺得係有阻嚇性嘅話咧，佢會諗多啲方法，特別係出現咗事故。嗱，出現咗事故已經係成為一種既定嘅事實。嗱，我哋好睇事故之後嘅，頭先我講啦，應急嗰啲，如果大家我哋3個坐低 brainstorming 一齊諗下，喂，當其時大家冷靜啲諗諗，可以有咩可以做嘅時候，你會再諗到啲可以做嘅嘢嘅。譬如咩呢？譬如我哋講疏導乘客，你冇理由將佢全部逼晒入去調景嶺站先開始疏導啊嘛。嗰日真係走爛式嘅，你睇到啲片段。但係問題你明知嗰啲人放工，可能來自於鰂魚涌啊、北角啊、對面海過翻嚟就已經係調景嶺站啦嘛。咁其實你係咪可以派車喺喺北角啊、鰂魚涌，甚或油塘嗰邊同埋觀塘線，可能喺九龍灣嗰度開始疏導，做個源頭疏導。如果唔係嗱，嗰日咧喺調景嶺咁多人咧，講真即係感恩，冇事就真係冇事嘅啫。冇錯。如果唔係真係太死人啦！我係擔心呢樣，我都係啊，冇錯啊！我哋以前都有發生㗎。我係擔心呢樣嘢，咁所以其實即係無論管理層又好，或者係前線負責應急嘅部門都好咧，其實佢要諗清楚，要鎮定地諗，同埋講真嗰句，好似阿主持話齋，已經都好多次事故經驗啦，點解都仲係諗唔到呢一啲嘢？而我喺會上已經提咗佢哋，咁 so far 都我喺會上啦，咁啊局長就話：喂，我嘅意見就比較多啲，比較熟悉。咁啊，佢責成港鐵咧就要同我開會。佢今日咧朝頭早已經聯絡咗我，我又約咗佢聽日
我就話咁你就係揾應急嘅負責應急嘅同事嚟同我開會，我就俾啲意見你哋，希望你個意見咧即係翻去過濾咗之後接受咗佢，提升佢。阿西永啊，即係其實我哋喺香港長大，我睇住港鐵嘅成立到而家，你講得好啱啊！不斷咁樣嘅意外，我知道佢哋唔想，但係唔想你哋要諗下點樣能夠解決問題啊嘛。冇錯。你而家講得好重要就話，喂，罰佢嘅錢，嗰啲唔係佢嘅錢嚟㗎，係我哋嘅錢嚟嘅。不過就俾翻我哋做，俾翻我哋叫做咁即係好感恩啊，幫你做少嘢啦。其實呢樣唔得㗎喎，你會諗下再逼政府又好，高層做啲嘢得唔得啊？嗱，當然我哋最想就係啦，同管理層嗰個薪酬有掛鈎啦，唔好話淨係罰間公司，可能罰緊帶領呢啲部門嘅管理層，係咪佢都要受罰，佢先會可能緊張下低做成點咧咁樣？係，即係呢個都要即係立法會議員幫我哋即係爭取，同埋你有機會可以反映下意見啦，同埋即係都港鐵就 claim 自己投放咗好多錢㗎啦，咁但係做好個維修，即係加翻多啲人手落去做好啲啊。